台中的成功3月站爆炸造成4个人死亡，34个人受伤。消防局初步认定是假处爆炸，也查出施工楼层甲消防设备关起来已经违法。国内流感疫情是区防疾管署宣布，公费抗病毒药物扩大用药，会延长到3月中。经过医生判断，免做开胎就会当开药啊。总统赖清德今早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讲会提出半导体全球民主供应链创基，也要来建立到 AI 晶片联盟来做应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4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台中的成功3月百货公司发生爆炸，造成4个人死亡，34个人受伤。业者下晡呢也开始把这外墙拆掉了。消防局初步调查认定是假处爆炸，而且也查出讲这施工的楼层有把这消防设备关起来，已经是违法的。也那行政院长杜永泰今日去到台中要来了解案情。另外，检方也登到现场要厘清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大台吊车工作平台在工作人员去要甲外壁给拆掉。台中成功3月起步案件进入第2天，司法地点12楼，有人继续碎片落来。新密菜店也去讲到伫楼骹等待媒体，欺负下营业者赶紧来拆除，马上评估警戒范围是不是扩大。可能坠落的部分，我们会要求他立即清除，甚至我们要去评估相关技师找相关技师去评估他坠落的范围是不是需要扩大警戒的范围。台中市消防局就是公布案发当时，空翕在现象仪器画面发现起爆了后，内底温度无悬，伫19到24度中间，显现红色部分主要是搜救人员的体温。经调查初步认定是假使起爆造成的，而且施工楼层消防设备违法关起来。现场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派同仁上去调查，它消防设备是关闭的。我们在现场评估，初步认定应该是气爆，就是瓦斯气爆的因素所造成的。那不过确切的一个真正的原因，还是要等检察官来做一个裁示这样。行政院长杜永泰就是下晡到台中听取事故简报，消防署讲起步迄天早起10点半，有工程行人员看到受伤，使用弗兰达伫切割这个假使的管线，现场批掉假使为20分钟了后，大约11点半发生爆炸。杜永泰要求中央甲地方政府要斗阵做好善后，并且确认大楼结构安全。那事故发生之后，百货公司建筑物的结构安全是否有疑虑？这个要特别拜托台中市政府透过这个结构技师等等来做安全的鉴定。相验结果判定4名死者多因头胸部外伤、胸腹部钝挫伤，导致多重器官衰竭死亡。本件事故相关人员是否涉及刑法之过失致死、过失伤害及公共危险等刑事责任，专案小组将会尽速调查。台中地检署强调，已经针对施工的工人甲百货员工，这16个人来访问，拢以证人的身份请回。4名死者已经完成收检，死因是头壳甲胸坎外伤，也有胸部腹肚受伤，造成多层器官生理机能耗尽。专案小组已经搁再转来现场来实地勘查，会赶紧调查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新竹市香山区一间做塑胶制品的工厂，今仔挖斗的时阵发生火灾，也因为这工厂内面有真侪化学物质，就惊会发生爆炸。这消防队员赶紧调动毒化灾应变队，同机具的厂商来做支援，加在是无人受伤。也因为这火灾乌烟是四个夜飞，也提醒附近的民众唔通开窗仔门，上好是挂嘴啊。火粉正大，阁有臭味。新竹市香山区南港街一间塑胶制品公司，14瓦严重大发生火灾，火粉呛半天关。现在厂区内的火势持续扩散，会将这一边整个有烧掉的状况，里面没有防火区划。大火一直烧，店区变火海，因为塑胶这边公司内囤放真侪化学物质，包括甲苯、以丙醇类这些化学物质，现场袂当用水灭火，所以加派布丁车组来支援水泡打粉灭火。高通知毒化灾应变队同机具厂商支援，不过就惊发生大爆炸，消防人员第一时间伫个外口用水线防护，防止炭烧，避免火阁扩大。
经我们了解哈，在这边的化学物质哈，大部分都是苯类的混合物跟醇类混合物。另外，大火造成真大火氛，环保局嘛特别提醒火灾附近的民众注意空气品质变差，他们关有暗挂喙暗。依据中央气象署资讯，火场风向为西北西风后转为北北东风，受影响范围为竹市的南港里、内湖里、盐水里、苗栗县竹南镇、头份市及造桥乡。因为渐渐有件类似化学工厂的火灾，各地救灾时阵因为化学品引起爆炸，消防专家嘛指出，化学工厂灭火有真大的危险性。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指漏它已经起火燃烧，你就要让它烧完。那去抢救甲苯的火灾，一定要背空气呼吸器，要不然你吸入这些甲苯的气体，会让消防人员中毒。这场雪茄厂大火，新北市政府表示，已经要求确保消防人员在救灾过程除了维设安全区，嘛使用无人机加消防炮台灭火，同时嘛持续监控空气污染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流感疫情也可是高峰期。疾管署今日有表示，公费抗病毒药物扩大用药措施会延长到3月中。经过医生判断，免做快筛就会当开这公费药啊。不过，医生认为讲这流感的疫情会一直到热天，到时阵会搁再夹起来，也呼吁这个风险族群就要赶紧去注疫苗。国内最近流感疫情是持续一直的观点，疾管署14宣布讲，公费流感抗病毒的药剂扩大用药措施是延长到3月15。民众经过医生判断符合条件，免经过体检就会当使用公费抗病毒的药剂。抗病毒药物大概都是10% 到12% 左右，在流感的高峰期或是流行期的时候，最多的用量大概是1周大概是3万到4万左右。目前的流感的抗病毒药物的储备是足够的。疾管署讲，最近的流感重症通报数比前4的流感季搁较悬，流感并发重症死亡的比例是最近10年以来上悬的。因为最近有相关的活动，学校开学和气温一直溜到气等等，如果流感疫情会延续到今年的3月。不过，台大病院小儿感染科的主治医师吴立明认为讲，这摆流感疫情有可能延续到热天，而且恐惊有第2波的流行，呼吁高风险族群拢要注意疫苗。基层医疗院所又可以做检查，又可以给药，又可以做诊断，很快速就可以让你诊断又拿到药物。你跑到医院的急诊室去塞爆那个急诊，让急诊没有办法作业，让你自己要等很久。其实不必要的。不管是在流感的这个筛剂的这个检验的试剂，跟克流感的这个2项药物，事实上目前的准备都是充足的，民众不用担心。因应流感疫情，疾管署是精买10万剂流感疫苗，新北市摕到中央分配15000多剂，台北市是摕到11000剂。疾管署按算在17会把流感疫苗配送到各卫生局，到20就会当正式开始做。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今仔日是头一届邀请6岛的交通局来座谈，会议有达成共识，包括保留2个车道和奥多摆，也若这汽机车停止线和过路线就要差2公尺到3公尺等等的6大结论。交通部长陈世凯就表示，未来2年至3年之间会完成改善。记者伫路的行，大部分也是惯势行上外边的车路。部分关区因为路较细条，敢若一线都会当行。交通部早起甲6岛进行交通安全座谈，会中达成共识，各路骑机车人的路权，而且会当提转。地方政府考虑道路条件，至少保留2个车道给骑机车人。我是有开车，对，当然以机车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好，但是以开车的角度来说，又不一定，因为很多汽车也都是走在那个最外线道。所以，如果机车走在那个中间的话，我觉得是还 OK 的。以台北市政府做例，辖区内道路条件许可，机车差不多拢会当行2线道。市政府嘛会看地点，评估开放第3线车道。另外，停止线甲行人道爱让2至3公尺远，6岛嘛同意配合办理。它基本上是写2到3公尺，然后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就是可以维持1公尺。譬如说我从乡道出来，旁边有建筑物挡着，其实这个后退的意义就不大了。交通部早起头一届甲6岛进行交通安全座谈，会中各岛交通局长发言踊跃，也有共识，包括永续提升行人安全计划、绩效指标，以路口行人安全设施改善等4大重点来推动。针对重要路口甲靠代志的路段，参考设置指引的18种交叉路口情景。另外，除了机车行驶2车道，路口停止线甲行人道爱让外远有做修正，嘛强化路口的光线，搁请地政府配合推动汽车隔热纸通光率改善。
设定目标是一回事，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把量能做到最大。好，能够改善的量能把它做到最大，针对整个全国的道安的议题，那也不一定会局限于6都哈，我们其他的各县市，我们也会陆续来邀集。即使是在安全计划改善后的道路，仍有很多问题，包含说人行道不连贯，或者是在红绿灯上面设置的时间不足，导致于行人根本就无法安全的过完马路。乡人零死亡推动联名呼吁，进前町政府将对学校周围交通环境慢慢做改善。不过部分也无齐全，提醒交通部唔通疏忽城市的运输。虽然一时无法度做甲到，不过嘛希望全部检讨整体的道路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台南市中西区西门路二段，有民众行伫咧过路线顶头，行到一半，看到这车顶变作红警啊，伊就青光白步要撞过去，煞互一台骑真紧的奥多巴撞到，双方拢有受伤。警方表示，讲民众骑奥多巴要经过这斑马线时阵，速度就要放慢，违规者上当会当罚到3万6，而且搁再吊扣驾照1年。13号暗时，台南市落雨，行人野线行伫行川线，行到一半，号志顶转弯，行人赶紧行过去，煞互高速骑过来奥多巴弄着。昨个暗因为落雨，一个行人对遮过，半走半行，伊个奥多巴过来，当啊弄去啊，这不是嘛咧弄。这时等于现场拄啊好，附近居民讲有看到这件事故，伊讲这路口常常发生代志，进前曾过红号做小绿人的动画式行人专用号志，毋过后续红已读，就常常互行人因为无都知影市顶的表述，毋知要安怎。违反道路交通条例，骑进未设行车管制后自知行人穿越道，不减速慢行。第14条第4项，因而肇事致人受伤。警方表示，肇事的假性起诉，行经无识行车管制号志的行传道，无减速慢行已经违规，将会面临7200块到36000块的罚金，而且会吊扣驾照1档。公司新闻温正平、王柳婷、林昭宽台南报道。同款是台南这自然溪呢，因过水质污染真严重，整治几10年，即马这受污染的比例已经对2002年的100%降低到2014年的21.5%咯。而且这自然溪的水尾呢，会当连续3年拢看到这乌面腊尾来遮叶。几若只乌面腊尾飞过鱼林溪，等咧找物件食。那地面上嘛有几若只已经开始咧食。最近这几年是愈来愈接看到乌面腊尾来到鱼林溪这口雷啊活动。二仁溪从非常严重的污染，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努力，我们看到它已经慢慢的恢复河流应有的一个样貌，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兴奋的事情，因为它告诉我们，只要努力，只要愿意做，就有希望。鱼林溪淹过是污染真严重的所在，不过经过几若10年的整治，根据台南市环保局的数据显示，污染的比例已经为2002年的100%大降低到2024年的21.5%。水质改善也连带反映在生态调查的变化上，二仁溪鱼类数量逐年增加。据调查发现，物种由101年的30种提升至41种。台湾生态保育学会统计，今年台南的乌面腊尾有2536只，比去年加687只。就连过去毋捌出现过乌面腊尾的所在，即马嘛看会到。虽然敢若一个地点的环境有变好，甲整体的乌面腊尾数量变侪无明显的关系，不过也是会当为环境甲水质的改善来看到淡薄改变。吃了差不多了。它就会往南一直过来。现在台南市就是说，安南区那边在土城啊，还有在那个市草保护区那边呢，就有地方吃的话，它就会一直往那边去。即马毋但伫林溪出现乌面腊尾，连靠我市区的四群新嘛会当看到几若只乌面腊尾伫咧蓝地内底找食。那一般乌面腊尾大约伫咧2月底左右。金色的毛才会完全生出来，然后等到3月中，因就会开始飞转去北部，准备生产后一代。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有民众去年9月伫新竹高美的溪仔边看到一只石虎，不过最近这溪仔的水头呢有一个82公顷的开发案，当地民众甲石虎的保护团体惊讲，这个开发案会影响到在地环境甲生态。这开发商今仔日也对外召开环境影响说明会，吸引未少乡亲来遮关心。影片内底石虎的画面是去年9月，民众伫新德县峨眉乡甲宝山乡交界野溪翕到的。最近因为有开发商打算伫野溪的水头进行大面积的开发，拜五开环境影响说明会，吸引关心的民众来参加。好不容易找回来的石虎，并且确定这边是他们重要的栖息地。对，那除了石虎之外，也包括穿山甲等等。对，那其实都是在地很重要的自然环境。那这是我们对环境上面的用心。强烈建议我们的那个用水的来源跟污水处理的来源的量能都是不同的。那请开发单位之后再说明这一些。石虎保育协会表示，石虎伫台湾属于一级保育类动物，这嘛是头摆伫新德县发现石虎的踪迹，所以开发案才引起外界关心。那好不容易说那个石虎终于有在往新竹县移动，然后生存，然后这时候如果说把它的那个通道都阻绝起来的话，其实是非常有问题的。那当然是开发单位可能要想一下，是不是要尽量降低开发的量体和开发的面积，然后没有必要的开发就尽量把它省下来。开发商解说讲，这开发案总面积有82公顷，目前按线规划做永城村、智慧产业园区以及旅馆甲休闲农场。有咨询生态专家，也甲对环境的影响感到上低。石虎是一种害羞的动物，它会移动，移动距离很长，这个我们生态专家都有跟我们提醒。所以将来我们这个旅馆的设计，包含说对外的道路，或者是这些不可以动的部分，我们就是维持原本的风貌。说明会顶悬，现场的民众除了要求厂商爱重视自然环境以外，也应该爱评估当地敢有起旅馆的需求，希望减少开发案对当地环境生态的影响。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总统川普13签署着对顶关税备忘录，要甲别国扣对顶的关税，上近4月会来推动。川普也佫讲到，这台湾甲晶片生产量上了，要求着爱甲这晶片产业刷起美国市场。另外，印度对美国是扣较悬的关税，川普也有去函这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双方也同意讲要进行协商。签署对顶关税备忘录，美国总统川普13宣布，徛伫公平原则，会甲外国扣同款的关税，而且还佫对实施征达税，同款看作是关税。商业部表示，上近4月份就会实施。川普讲到晶片产业的时阵，佫一解讲到台湾甲美国晶片的生理抢去。Taiwan took our chip business away. We had Intel, we had these great companies that did so well, and it was taken from us. And we want that business back. We want it 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f they don't bring it back, we're not going to be very happy. 川普顶日大家针对美国进口的钢铁甲阿鲁米扣25%的关税，今麦又佫按算甲汽车的产业、甲晶片的企业带转去美国。不止个针对川普的大动作，欧盟、加拿大甲墨西哥已经准备好反制措施，这可能会打击美国的经济。因为中共嘛采取报复的措施，对美国能源、农业机械甲大型汽车扣关税。而且对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这也是川普政治上的考验，因为选民希望伊上任了后，会当解决通货膨胀利价悬的问题。We will charge them no more, no less. In other words, they charge us a tax or tariff, and we charge them the exact same tax or tariff. Very simple. 川普13嘛，甲印度总理莫迪见面，因为印度对美国的关税是比其他的国家要佫较悬。莫迪答应讲会减少对美国的关税，而且会针对这点，甲减少贸易逆差来展开协商。伫会后的记者会，川普嘛讲会卖 F-35稳型战机予印度。They're going to be purchasing a lot of our oil and gas. We have more oil and gas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by far, and they need it, and we have it. And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rade.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any things. राष्ट्रपति ट्रंप की पहली टर्म की बहुत बड़ी भूमिका रही है और मुझे विश्वास है कि दूसरे टर्म में भी हम
उसी गति से आगे बढ़ेंगे。虽然川普宣布会扣对顶关税，不过未随着生效。而且虽然1月份物价指数月增0.4%，不过甲进前增加0.5%，这个无加关遐济。市场跳脱对通货膨胀加悬的忧虑，华尔街股市13开悬走悬，中场4大指数拢遭收悬。公司新闻郑伟进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伊提出对顶关税政策，外界也伫咧关注讲，敢会影响到台美贸易关系，对台湾的科技产业敢会造成冲击力。总统赖清德今早起呢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总统表示会提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建立 AI 晶片联盟来应用，也强调台湾伫咧供应链含区域安全的角色是义气的人，毋是机智。政府官员的车队一台一台来到总统府，总统赖清德紧急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包含行政院长杜永泰、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这国安财经首长拢参加。因应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的对顶关税计划，赖总统强调会甲产业以及美国密切沟通，提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台湾作为全球最具实力的半导体大国，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来应对新的情势。面对川普总统对于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关切，政府会审慎应对，强化台美沟通，增进彼此更多的理解。除了注意协助业者因应情势的挑战，我们更将提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建立 AI 晶片产业链全球联盟，以及高阶晶片关联产业民主供应链。赖总统讲，会甲友民国家打造民主供应链，尤其这2年对中投资的将会比率下降，美国将做台湾上大投资对象。行政已经清点甲扩大对美投资甲采购，强化台美伫 AI 先进半导体技术开发制作合作，塑造台美合作新时代，更加对台湾伫全球供应链甲区域安全的角色真有信心。无论在全球供应链体系间，或是区域安全的角色上，台湾都是全球和区域不可或缺的一员。我们是棋手，不会是棋子。亚纳美中台3号活动，赖清德讲到，面对中国的态度是拄好，愿意追求共赢的努力不变，秉持对等尊严，推动交流，对话取代对抗，更加强调美中互动甲台美关系绝对毋是规盘拢放弃。作为国际民主社会以及区域负责任的成员，我们希望台美关系的发展持续提升。也可以和美中关系形成良性循环，而非此消彼长的零和赛局。赖清德讲，希望未来创造多赢的局面，新的政策毋但确保美国利益，台湾甲产业界也使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并且伫乱局之中脚步徛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和罗西亚领导人有讨论到要加这俄乌战争结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3日表示，会接受单方面的和平协议，也讲谈判一定要有欧洲国家。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伫咧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有讲出到对罗西亚较有利的言论，说来引起质疑。这赫格塞斯也回应讲，这欧洲国家应该爱为国防做更较侪贡献，唔通甲美国当作箭头。华府传出川普甲罗西亚总统普丁的通话，参详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消息。13日，美印两国元首的联合记者会是新闻界关心的焦点。美国记者当面询问川普，又国爱乌克兰放弃领土、放弃加入北约的希望，然后罗西亚是放弃什么呢？川普是安尼回答的。Russia has gotten themselves into something that I think they wish they didn't. If I were president, it would not have happened. 迄天，川普伫白宫的办公室回答记者有关罗西亚甲乌克兰和平协议的问题，明确表示伊家己信任普廷。Do you believe him? Yeah, I do. I believe he wants peace. I believe that President Putin, when I spoke to him yesterday, I mean, I know him very well.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伫布鲁塞尔北约组织总部乌克兰防务联合小组会议，伊所公布的美方立场，更较互欧洲盟国正意外。除了爱乌克兰放弃2项，佮讲欧洲爱家己负起对乌克兰的军事甲财务援助。
若是要派遣维和部队，莫甲美国算在内。赫格塞斯特别点出北约第5条款，就是针对任何一个成员国发动的武装攻击，应该互人当作是对全体成员国发动的攻击，无适用伫乌克兰维和部队。好笑的是，北约成立以来第5条款头一届使用的对象，就是美国2001年的911恐怖攻击。赫格塞斯13伫布鲁塞尔召开记者会，爱欧洲国家甲各方指出，为目前 GDP 2%的要求增加到5%。讲欧洲国家应该甲欧陆的国防做出更较侪贡献，唔通甲美国当作伴仔。佮讲美国当地甲阻止中国伫太平洋的战争列作优先的顺序。After World War II, first General and then President Eisenhower was one of NATO's strongest supporters. He believed in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 However, by the end of Eisenhower's presidency, even he was concerned that Europe was not shouldering enough of its own defense. But make no mistake, President Trump will not allow anyone to turn Uncle Sam into Uncle Sucker. 北约秘书长吕特、欧盟外交甲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是当时赞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所提出的立场，讲任何和平协议，若是无乌克兰还是欧盟的参与，拢会失败。Я й сказав, що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для нас, безумовно, це пріоритет. І гарантій без вас ми не бачимо. Які вони? Давайте говорити. 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俗称算点钟的这个看护义工，这款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劳动部今仔日有公告6间合格示范单位会当开始招外籍的照顾服务员，训练20点钟了后呢，会当接受临时而且赶紧需要的这个照顾需求者来申请，上紧3月底实行。照顾人员甲老大人一个带离开，这是文山区的形容老人日照中心，逐个月拢会做消防演练，让老大人了解疏散的流程。老大人除了交予机构来照顾，这些家庭嘛请义工来照顾。若需要临时人力，红叫做整点义工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都会当提出来用。在前面的时候，尽可能让我们的提供服务跟也要照顾到劳工的一个权益的情况下，还有民众端的使用部分是可以接受的一个金额范围，因为毕竟老人人口越来越多。为着要提供临时短期的照顾和多元陪伴服务，劳动部公告讲，包括红心二花等6间合格示范单位，会当开始招募外籍的照顾服务员，要完成沟通、基本照顾技巧，了解失智症和心脏者的需求，紧急状况应变等20点钟的训练。目前开放可以引进的4个来源国家都可以引进，可以选择在国内直接承接别人期满转换的机构看护工或者是家庭看护工，临时有状况或家人是化疗、手术等恢复期这类的临时短期照顾需求是没有服务可以用的，这个服务刚好可以补足这个缺口。家长认为讲会当来补即马长照的欠缺，考虑到北中南东的物价水准无同，劳动部指出讲，如果收费计算一摆4点钟差不多1000到1250，8点钟上悬差不多2500块，规工上悬差不多3500。这个服务按算上紧3月底就会当正式上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日是西洋情人节，也要提醒咱的观众朋友，伫网络顶头交朋友呢，就要特别注意爱情的骗子哦。这彰化县警察局就公布，今年1月受理588件的诈骗案，这财务损失加起来是要到3亿遐济，其中以这假交朋友骗钱投资的诈骗上介济。阿富汗他在那边做女医师，政府给了他150万的美金做他退休金。车厢内底这位民众准备要买5万块的点数卡片，经过警察的解说，才知影是拄到爱情的骗子。彰化的启东派出所进前接到超商报案，疑似有诈骗。原来是有民众伫网络实在一位女子，讲家己伫国外做医生，两人伫网络开始联络开讲。落尾这位网友就以各种理由要求民众去超商买点数，提供给伊。近期成功拦阻2件诈骗案件。这些诈骗的手法都跟假交友有关，歹徒会利用社群的一个平台跟交友的软体，
跟被害人来做一个感情的一个经营跟联系，进一步来榨取财物。中华关警察局接片今年1月的诈骗查缉专案，抓到28件的诈骗案，161个诈欺犯，查扣汽车、土地、现金等等，计共4065万，嘛成功阻挡4662万的诈骗金。警察局表示，诈骗集团的部数千万招，其中佫以博感情、骗钱财的诈骗上多。假投资诈骗仍然比较严重1月份假投资诈骗的财损金额有2亿3400余万元单笔遭诈骗金额在100万以上的也有68件。有关假爱情诈骗打击力道我们必须再加强。中华关警察局表示，接看到的网络爱情骗子，拢会先开讲关心、盘烂、博感情，落尾就开始要求汇钱、帮忙收汇不等等。提醒民众若拄到这情形，真有可能是诈骗集团设的陷阱，一定要提高警觉。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中的成功商业百货公司爆炸，造成4个人死亡，30多人轻重伤。业者伫11楼、12楼做装潢，也拢无申请，涉嫌违反消防法、职业安全卫生法，可能会罚120万。也有民代质疑讲，这成功商业要做装潢，真侪业者伫网络顶头拢有公布消息，独这市政府拢唔知。市政府表示讲，这台中有上百个商场，因无法度全面掌握。熊熊爆炸，成功3月台中店10楼感受到威力，摆满11、12楼临时柜的货车带来有害，部分天棚规个崩塌。市政府清查11楼甲12楼设来装修无申请，已经违反建筑法，会采最高罚款30万。业者佫违反消防法、职业安全卫生法，拢总4项违规。一定相关罚价120万，市政府对改装拢唔知影，也互民代无法度接受。进行装修或是改装的话，都会在粉专或者在第一时间都用公告的方式来告知民众。大家都知道，只有市府不知道。你们是睡着了吗？民代提改装前，成功3月台中店11楼、12楼各柜位改装公告，嘛即期连百货都伫家己的专业大文公告改装行程，刷手会当看的资讯，敢市府唔知影。这现在施工中的建筑工地有将近3000个案子，那更何况室内装修100多家这种商场或百货，我们没办法这样一一这样去掌握所有人。目前我们这施工管理科就是7个人。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教授廖义明认为，这件代志分作2个层次来看。法律层面来看，业者无申请，台中市也是监管单位，确实无权嘛无责任处理业者的任何问题，无法度要求市政府负责。不过，以台中有各个介重大公共场所的公安意外来看，主政单位较无主动。这个处政的单位就应该比较主动一点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法律授权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只能说，在这个事情上面，台中市政府的这个就公共行政的角度来上，它的主动性不足，但主动性不足，并不代表它违法。律师林书涵认为，这个案较歹先留国赔，建议民众爱透过法律争取权益，会当向业者也是施工单位是不是有疏失的情况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成功3月发生这爆炸意外了后，双北、高雄、屏东、桃园、台南，也拢开始做这预防性稽查。其中台北市因稽查范围，佫包含着夜市啊。针对这夜市啊，使用规汤加水店家临时去甲因检查，落尾有发现2大违规。来到百货卖场，台中市政府启动公安稽查，特别针对美食街业者租借的所在。标示一下它的流向跟它的开关方向，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在于说我有些突发事件发生，他们才能去做一个紧急的遮蔽。台中百货公司起步意外造成严重的死伤，6都拢启动相关的稽查，同时锁定商场美食街跨局处检查，加速公线这关键设施，商报也对百货商场的消防安全加强稽查。瓦斯遮断阀动作之后，它瓦漏动作之后，它会关掉，然后这边会断开。北市府监管处则是下晡到辖区内底百货公司安全检查，也那市府对前一天开始已经对百货甲夜市啊这公共场所来进行稽查。其中夜市啊用假释的业者有2大假释桶放倒咧，假释桶有效期限即要到期，是要求改善。的消防安全、防火管理成为重点的稽查项目，也针对包括南机场、士林、宁夏
以及饶河夜市209摊使用瓦斯的突击检查。特别要求新北市7家天然气的公司要立即派人去巡查他们的天然气的管道设备到底有没有做到位。台南市政府在记者展开商场联合稽查，拄啊百货伫1楼甲6楼就拢有施工作业，市府也搁再确认，业者事前已经依法提出施工计划申请。这边就是原来，这就是预计的厨房的地方。要看那个现在目前的施工规划，那依照施工的设置配合。高雄市政府也进行辖区内底14间百货公司公安联合稽查，锁定美食街楼层，一旦发现无符合道路安全，就要求业者随改善。加速楼期、探测器必须能够中控式，也是重点稽查项目。如果可以定期的话，那当然是最好。比如说半年还是1年安检一次啊，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再安检。发生气爆就是我们会有安全疑虑啦，然后一定要就是市政府或者是消防单位帮我们民众把关。消防管理的部分，它简单讲，它是涉及到好几个单位。餐饮业它如果没有一个主责单位，它的效果可能就会是个挑战啦。专家讲，台湾复合型商场设置美食街真普遍，也那复合型商场公安宽职单位，分属政府无同机构，爱有统一的单位。同时，现场相关人员嘛要理解火灾风险甲应变，平常时就要进行一个教育训练。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天气。讲到今仔开始呢，各地头水气减少，温度也小可回升。尤其是拜六可能会来到25度，不过礼拜又过一阵冷气团要来到位咯。如果这气温会落到14度到18度，可能会寒到后礼拜3。也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这高山也袂当受。民众穿粉红色的短裙出门，顶面也是爱穿高高的外套。气象署指出，拜五、拜六大陆冷气团减弱，温度会回温到25度。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回温，因为礼拜各有一波冷空气落南，到时全台温度伫咧14度至18度左右，而且会寒到后礼拜2。而冷气团会持续到下周2这段时间。周3开始，冷气团是逐渐减弱。那周3开始，冷气团逐渐减弱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体来看，温度并没有回升这么明显。乌阴的天气，民众加雨伞早出门，就加随时会落雨。气象署表示，拜五水气有豆豆减少，不过全台嘛是有可能有短时间的阵雨。拜六地转做高温无雨的天气形态。今天整体来看的话，白天尤其在中午之前，下雨的范围还是比较偏广。不过刚刚有提到，下雨的范围在今天下半天之后会逐渐缓和下来，而在明天的时候，主要就是在东半部地区有一些比较偏零星的降雨而已。虽然拜六各地拢是出日的好天，不过气象署提醒，礼拜到后礼拜4，北海岸和东半部水汽会增加，到时会有短时间的阵雨。另外，拜六天气虽然会回温，不过早暗温差也是真大，会差到10度。加上后礼拜也是有冷气团落南，气象署提醒民众爱注意天气的变化，而且厚衫也袂当收。记者柯敏哲台北报道。有真侪人会来到这台北车头坐车，有的民众呢先骑乌托拜到台北车头搬车较方便。附近这乌托拜停车格啊，定定是停满无位通停。台北市停车管理处就表示，对3月初3开始呢，会调整台北车头益生公园这大收费方式，改做1点钟10块，上侪甲你收50块。希望调整收费的方式，让民众较好找到车位。台北车头附近的机车停车位，常在停甲停，民众骑入来，踅一个无车位，又搁踅出去，要直接找位停是真好找。台北市停车管理处13宣布，对3月初3开始，台北车头附近有400外的机车停车格，收费费用对原本一天一盖20块，调整做1点钟10块，一天上最收50块。说不定你50块会比较少人停，我比较好停，收50我觉得还好啊。你也不能不停啊，因为你被拖走更贵。时间够的话，就会再找更便宜的啊。如果时间真的不够，你就只好停。1天50，其实累积下来也蛮惊人的。停车费调整，民众有无同的看法，改变收费的方式，影响较大的是停较久的民众。今仔日讲，也是讲，确实有讲，定定停车的民众，伊比如讲像你讲的，伊今仔用是去买米啊，伊是来遮上班的人，啊，伊会当考虑讲，伊会去较边啊所在啊，较小的所在去停，啊，来这个为何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可以使用。停管处表示，目前规划伫市民大道一段到中山北路一段，各有益生公园附近这带的停车格调整收费的方式，
台北市天管处也呼吁登记伫台北车头有停车需求的民众，会使评估家己的需求，找其他的便利停车场或者是改制公车捷运。希望收费的调整会当予有临时停车需求的机车族较好找到停车的空间。记者中嘉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公视台记台有推出一个新节目，叫做《来去领导洗婚书》。两位主持人家己早一桶啊，交予台湾各地头洗身躯交朋友。这节目当中会当感受到咱台湾满满的真情味。伫南投埔里哪洗婚书，那就是结果浸伫脚桶，规身躯放轻松，享受庄脚的风景。这是朱青吉林台地馆离开电视主持10档了后，佮倒来电视顶的新节目。我开车后斗载2卡迄个浴桶，嘿，迄个茶桶是我含大练的，阮两个去做的。伦老师你好，你好，今仔伊是咱两个老师啊。透早无闲，甲透暗，两位主持人去甲农场做事。这是公司台记台新的旅游实景节目，来去领导洗婚书。主持人赛车去台湾四国行透透，那交朋友，那发掘台湾这片土地故事。其实最主要是洗身躯以外啦，爱去看这地方的风土人情哦，甲一家伙啊，食饭啊，知影讲伊平时啊做啥物工课。甲一般的实景节目无同，因为有过暝，所以真正爱洗婚书。洗婚书就是洗身躯，会读做洗婚书，是因为这是宜兰腔。这是宜兰的特殊的一个腔口，叫做洗婚书。譬如讲，咱讲鸡仔冰，伊叫绳啊。主持人表示，这是一个深度旅游，深入台湾每一角市的台记旅游节目。节目内底有台湾人的认真味和台湾人的善良，身躯洗好，灵魂冒爽快感觉。新节目会伫咧每礼拜六的暗时放送。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通讯软体乃台湾人上接用，最近官方呢有针对着这手机下版本推出着这字体样式功能，互民众会当先设定延续这字形来显示台语、客语，还有原住民语的字。不管是了解社会事、看影片，也是开讲，手机也有各种 App 通选择。其中上侪人用的通讯软体就是Line。根据官方统计，Line伫台湾的用户数有2200万户。最近Line伫咧手机啊版本发布一项新功能，就是台湾民众会当免费使用延续这个字体来显示台语、客语和原住民语的字。这是台湾的字体设计师郭志杰以日本开源字形做基础落去改的。日本有一个蜂窝公司啦吼，因有一个字体。叫可类，结果差不多是4、5当前开完出来，即马就变一个物件会使互人家己改差不多就迄个时间就想着讲，若是甲台湾需要中文个台语、客语需要的字拢加入去，可能会足方便。所以讲，无人要做就家己来做。设计师表示，为着要设计符合台湾使用者的字形，原来开时间家己学台语拼音和汉字，搁去考台语检定。后来延续体伫2012年正式发表，这是台湾第一套开源的硬笔楷书的免费字形。这届会当电脑使用延续体，是客家委员会自2012年开始谈的合作，有选对中央的国家语言发展方案和客委会经费支出，总算是赶伫咧世界母语日进前推出。111年就同来谈安尼合作，每当感谢来其实係香港嘅公司，唔過佢落去台北，加個這行中對於本土文化嘅尊重，加個自信，係講做得滿足有呐喊嘅本土語言嘅事法，嘅安尼都來做得用本土嘅語言，不管係漢語還係其他語言來做溝通。但是目前，在手機用台語輸入法落去拍字，也是有一寡台文字，親像因兩人的因、爬山的爬等等，無法度正常顯示。字體設計師表示，這有關 Unicode 敢是有變碼，輸入法是毋是有資源等等的問題，以後要應當成立親像客委會安尼的台語專職機構來處理。但是目前無，嘛希望文化部重視台語使用者的困擾。記者盧尚珠、曾俊堯台北報道。有特殊需求的囡仔，即摆会当申請這助理員來陪因讀冊。不過有家長講，這囡仔伫台南地區呢，這頂學期是有300點鐘的時數，這學期卻攏無啊，煩惱講會影響到囡仔學習。這台南的教育局就表示講，這學期申請人數增加上100人，因已經追加500萬的經費。
细汉囡仔咧穿鞋仔时，妈妈好，直到助理员就伫边仔随辅导囡仔情绪，像安尼有特殊需求的学生，逐间学校加减拢有。台南全市有7000个，毋过有家长反映，本场囡仔顶学期有300点钟的陪伴时数，这学期煞拢互教育局裁掉，因认为权益受损。那这案，无论是中度智能障碍，也是自闭症的学生，拢无陪伴时数。第一线的老师讲，影响真大。是有情绪障碍的孩子。所以他如果有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就是感受的话，他就开始暴怒。对我们的孙子来说，是他没有办法学到东西，而且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同学，让我们非常的有一点很生气，有一点是觉得说政府怎么会这样子？没有特助员的协助的时候，就变成老师是全时就主要，因为他可能会有情绪行为的一些问题，就变成老师是用全时去关注孩子，但是关注特生的时候没办法去关注其他一般生。台南市教育工会统计，有3成的人申请拢互教育局拒绝，地书收到真侪定情，教育局回应，这学期申请的人确实增加。高中小甲幼儿园拢总1820个人申请，平去年加114个，时数增加到10000点钟。因强调这是初步的审查结果，即阵已经增加500万经费，嘛一定会维护直教学生的权益。莫讲因为讲今年申请的人多，今年的薪水也较增加，因为1点钟变做190块，所以感觉讲经费增加了，就以经费的角度来看囡仔的需求，应该是讲囡仔有需求，咱想办法，政府应该去想办法。阮咧审查过程当中，可能一寡资料会交学校，也是有点寡认知上的这个落差，有搁请学校来做这个补件。若是有追加，阮拢会随时来补足。高三会表示，特助员会当帮助囡仔稳定学习，建议市府毋通干那照障碍程度分配时数，通参考其他县市做法来确保特教学生的权益。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屏东这高屏大桥下骹的跳木公园，对去年7月互风台扫一个害去了后，到今拢无去修复。民众也质疑讲，已经过半年啊，那拢无振动咧。屏东县政府是解释讲，有甲这中央申请这灾害补助时间有去签到，目前修复工程已经发包啊。古水的狗仔伫草坡顶悬走来走去，这个快乐的画面伫屏东高屏跳木公园已经半年外毋捌看到啊！去年风台将公园的设施扫害了，铁棚啊做的围墙，和平将休困的河棚倒一堆，铁架啊、疙瘩也搁放伫遐，倒去的树啊嘛也未处理，民众奇怪一直等无人来修复，才向议员申请。你这若讲爱几啊千万，讲爱经过审理，这毋免几万块啊，就会当做起来啊，对无？这要复原哦，2个复原都毋免100万的，对无？一个管路这拖遐久啊！因为这个是风台造成的损失，所以爱向中央来争取这个修理的费用甲预算，所以有延着时间。但是我再一次拜托农业处一定爱用上紧的时间，把这个公园修理好势。民众讲，进前拜6礼拜，至少拢560个人带宠物伴来遮佚佗，使用率算是真高。屏东县农业处表示，公园伫去年7月因为风台损害了后，全区拢封起来禁止使用。因也随提报中央财损争取经费，中央伫10月底核准，官府11月就随请人设计，总经费需要84万。已经在1月底的时候设计完成，那总经费是84万。后续呢，我们会加紧来进行工程的发包作业。那工期预计是2个月，如果发包顺利的话呢，应该是可以在6月底来完工。因为行政定数多，时间才会拖较久，也国民众批评效率真歹。农业处提醒，宠物公园也未修复进程拢是封起来的，请民众遵守规定，避免造成危险。记者柯家族柯昭阳屏东采访报道。嘉义新港月牌国小为着要教囡仔来认捌食物的特性甲运用，邀请社区的时代来学校做老师教囡仔来认捌食物种植的美感，而且佫教囡仔洗菜谱，了解对产地到饭桌的过程。社区阿嬷食是咱洗菜头，互学生囡仔看。外口阁有人教因安怎来洗菜头。新港月牌国小这学期的主任课，拄好教着食物的保存。学校就请社区的长辈来做老师，教学生囡仔较早保存食物的方法。主任课的时阵会讲到吼，你的食物要安怎保存，咱的物件，咱的农产品要安怎保存，这个课程啊，就想讲拄好有这个体验，互因会当动手做看卖。可以体验到古人的智慧，然后跟课本上教的也有兴
把新的材料写伫黑板，阿妈嘛向大家来解说新的过程。囡仔我出落啊来抢饲料甲菜头，老师讲这阵啊是因家菜头修成季节，加上社区长辈的协助，互囡仔有机会来认识食菜脯这项传统的食食。10斤菜头，1碗糖，1碗烧酒，1碗豆油，啊半碗咱的工程醋，若嫌无够汤，会当搁加2碗烧酒落，加1碗糖落，啊以外拢袂使加。那些食材让我感到惊讶，因为我原本想说只是用盐下去腌制就好，没想到会用到这么多食材。学校表示，原本上课看影片内容转换做实际的体验，课本的知识，佮加上社区长辈的智慧佮经验，阮让囡仔参与产地到饭桌的过程，嘛加强因学习的印象。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咧地里呢，有一对爸仔囝，因伫咧麦德伦海峡附近的海峡过船啊，想袂到有一只海翁雄雄出现，家己后生食掉，想袂到过无几点钟啊，尔呢，几秒钟尔呢，就甲这囡仔配出来，这个画面老爸也拢全部翕落来咯。地里的查甫人阿德里安伫大洋内面在爬小船，一只身长超过10公尺的海鸡仔，忽然间对伊的下骹边走出来，一喙就甲阿德里安吞落去。但是过无几秒钟，阿德里安搁互吐出来。但是这时阵，大是海翁搁扑出来，对伫后壁几公尺远在爬船的爸爸戴尔，叫因囝一定要保持冷静。规个惊险的过程是发生伫咧西北麦哲伦海峡圣伊斯德罗灯塔附近的水域，就敢若囡仔个查翁仔的故事拢互翕落来。Y yo en un principio cuando pensé que había muerto fue como claro, mucho terror, porque pensé que ya no podía hacer nada, ¿no? Y cuando salí y empecé a flotar, ahí sentí el miedo de verdad de que también le fuese a pasar algo a mi papá, no hubiésemos llegado a tiempo a la orilla y me fuese a dar hipotermia. 阿德里安讲，第一代志发生进前，伊才和因爸爸讨论过附近出现海翁的可能性，但是无想到真正发生啊！阿德里安完全无着想扑出来的时阵，伊干那想要较紧爬转去因爸爸遐，较紧转去岸顶，想到代志经过，阿德里安讲，海鸡仔有可能是因为好奇才活过去伊遐，无就是想要传什么信号。这段互人真歹相信的画面，伫地里一直互传来传去，而且变做即马真红的热门话题。地里南边的麦哲伦海峡是以冒险活动真有名的旅游景点。虽然讲即马2月伫南半球是热天，但是气温上低嘛，敢若4度，上悬嘛真少超过20度。因为安尼，遮侪爱冒险的，也是高收水的，拢伫即个时阵来挑战。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伫地里的水域，海翁直接去攻击人类的状况是真罕的看，顶多是会船去弄海翁，造成海翁死亡，也是海翁扩大，是这10年以来一直在发生的问题。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4度到27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4度到2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5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4度。平阳金门马祖对11度到2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